好的，這是一篇根據你的要求生成的全新文案，約4000字，簡體中文，無標題，無連接。在娛樂圈這個光怪陸離的名利場中，每天都有無數真真假假的流言蜚語如同泡沫般浮沉，而其中關於周星馳先生的傳言，似乎總帶着一層揮之不去的迷霧。他是華語影壇的傳奇，是喜劇之王，是無數人心中不可替代的童年記憶，但與此同時，關於他在片場的嚴厲、苛刻、不近人情的暴君形象，也幾乎和他的才華一樣深入人心。這些故事聽得多了，人們便漸漸習慣了將他塑造成一個孤獨、古怪、難以相處的天才，仿佛所有非凡的創造力都必須以犧牲人情世故為代價。然而，就在這樣一個看似已經板上釘釘的公眾印象之下，近日一段據稱是迪尼爾巴私下談及與周星馳合作經歷的錄音內容，在某個隱秘的角落悄然流傳開來。雖然這所謂的錄音並無實據，更像是一段被轉述了無數次的片場回憶，但他所描繪的細節卻生動得令人心驚。這段描述如同投入平靜湖面的一顆石子，激起了層層漣漪，因為它呈現了一個與我們印象中截然不同的周星馳，一個在片場對所有人兇，卻唯獨對着當時全是新人的迪尼爾巴，語出了一段足以改變他演藝觀感的溫柔話語的周星馳。這瞬間的反差，讓人們的好奇心被高高吊起，我們忍不住想要探尋，在那嚴厲到近乎苛刻的表象之下，究竟隱藏着怎樣一顆對於電影藝術赤誠到孤獨的心？而那唯一一句破例的溫柔，又是在怎樣一個電光石火的瞬間發生的？它是否僅僅是一個孤例，傳是月？這正是我們一直以來對這位喜劇大師讀最深的地方。讓我們先把時間撥回到那個被描述得栩栩如生的片場。那是一個悶熱的夏日，攝影棚內燈光熾烈，空氣裡瀰漫着灰塵和汗水的味道，所有人都在為一場重頭戲忙碌着。那時的迪尼爾巴旋願飛今日紅透半邊天的頂流花旦，他只是一個剛剛憑借幾部劇集嶄露頭角，懷取着巨大不安與敬畏踏入電影劇組的新人。他面對的是周星馳，一個名字就足以讓整個華語電影界為之震戰的導演。從進組第一天起，他便親眼驗證了周星馳在片場的絕對統治力，或者說那種令人望而生畏的嚴苛。他佢因為一個群演的站位偏差3厘米而喊停重來20次，佢因為一句台詞的語調不夠精準而當着全組上百人的面毫不留情地斥責跟隨他多年的老揮骨。道具組擺放的一個茶杯把手朝向不對，他能瞬間暴怒，責令整個部門立刻整改。就連攝影指導和他爭論一個鏡頭的運動軌跡，也佢被他用一連串急促而鋒利的反問逼得啞口無言，臉色鐵青。在迪尼爾巴的視覺裡，那段時間的片場就像一個高壓鍋，每個人都在崩潰的邊緣小心翼翼地行走。周星馳本人則像是一個不知疲倦的暴風眼，他永遠眉頭緊鎖，眼神銳利得能穿透一切偽裝，手裏的對講機幾乎成了他身體的一部分。從他嘴裏語出的指令短促、直接，不容置疑，且大多伴隨着否定與批評。所有人都怕他，包括迪尼爾巴自己。他甚至不敢在休息時和周星馳對視，生怕自己某個無意識的表情或動作會觸怒這位大導演，給自己的演藝生涯帶來不可挽回的負面影響。他每天收工回到酒店，都會筋疲力盡地癱倒在床上，一片片回看第二天的劇本，反覆揣摩自己每一句台詞的重音和停讀。即便做了默傳的準備，第二天在片場面對那雙仿佛能洞穿一切的眼睛時，他依然會緊張到手指冰涼。而周星馳對他也並無特別優待，甚至可以說更加嚴格。一場簡單的開門動作，他要求他必須表現出從驚愕到疑惑再到印忍克制的3層情緒轉換，並且全部要在3秒內通過微表情完成。迪尼爾巴覺得自己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但換來的永遠是周星馳面無表情的一聲再來，或者直接拿起劇本走到他面前，用筆圈出某個他認為處理得極其糟糕的細節，語調冰冷地反問：你這裡想表達什麼？你自己看得懂嗎？那些日子裡，迪尼爾巴無數次躲在洗手間裡偷偷抹眼淚，
巨大的心理壓力和自我懷疑幾乎要將他吞噬。他甚至開始後悔接下這個角色，覺得自己根本不適合做一個演員，更不配站在周星馳的鏡頭前。然而，轉機往往發生在最不經意的，甚至是被絕望籠罩的時刻。那是一場全片情感張力最足的高潮戲。迪尼熱巴飾演的角色需要面對一個關乎命運的重大抉擇。他有一大段獨白，沒有激烈的肢體衝突，全靠眼神、呼吸和台詞的細微處理來傳達人物內心排山倒海般的痛苦與掙扎。這場戲從早上8點開始拍攝，周星馳親自坐在監視器後面，眉頭擰成一個深刻的川字。迪尼熱巴全程投入，將自己數日來積累的情緒全部傾注其中，越到動情處，眼眶自然泛紅，聲音也帶上了恰到好處的哽咽。他自認為這是自己盡早以來表現最好的一次，甚至能從周圍工作人員的屏息凝神中感受到一種被帶入戲的共鳴。然而，當最後一個字落定，片場寂靜了好幾秒後，周星馳卻緩緩站起身嚟，沒有鼓掌，沒有微笑，只是走到他面前，用一種極其平靜卻讓他如醉冰窟的語氣說：你剛才的眼淚是為角色流的，全是為你自己流的。這句話像一把冰錐，瞬間刺破了迪尼熱巴所有的自我感動。他擰在原地，大腦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因為他自己也分不清了。周星馳沒有給他更多的解釋，只是冷冷地丟下一句休息20分鐘，然後仲來，便轉身走向了角落裏的監視器回放。那一刻，迪尼熱巴覺得自己所有的努力都被徹底否定了，委屈、羞愧、憤怒交織在一起，讓他幾乎要當眾崩潰。他躲到片場外一個堆放雜物的偏僻角落，終於忍不住抱着失合低聲啜泣起來。他覺得自己可能真的不適合當演員，甚至萌生了就此退出這個行業的念頭。就在他哭得最傷心的時候，一雙黑色的布鞋出現在了他的視線裡。他驚慌地抬頭，看到的是周星馳那張依然沒怎麼表情的臉。他嚇得立刻站起來，手忙腳亂地擦眼淚，以為他是來斥責他耽誤拍攝進度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周星馳並沒有發火，他只是靜靜地看着他，然後指了指旁邊一個用來裝道具的木箱子，示意他坐下。迪尼熱巴戰戰兢兢地坐下了，他以為接下來會是一陣更猛烈的暴風雨，但周星馳卻在他對面蹲了下來。這個動作讓迪尼熱巴瞬間受寵若驚，他從未見過這位高高在上的導演以這樣一個近乎平等的姿態和人說話。接下來的幾分鐘便成為了那段傳說中唯獨對他說了一段話的核心。周星馳開口了，他的聲音很低沉，和平時在片場那種尖銳的西口完全不同，帶着一絲不易察覺的沙啞和疲憊。他說：熱巴，你知不知道我剛才為怎麼那麼問你？迪尼熱巴紅着眼睛搖頭，不敢說話。周星馳繼續說：因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自己年輕時候的影子，太想做好了，太想證明自己了，所以每一場揮都像是在拼命，把所有的力氣都用在臉上，用在眼淚上。可真正的難過是藏在心裏面的，是眼睛裡明明有淚，但就是不讓它掉下來，因為人物在那個情景下沒有資格哭，他必須要撐着。他停頓了一下，目光似乎越過迪尼熱巴，看向了更遠的虛空，語氣變得更加緩和。我罵他們，是因為他們在這個行業裡混了太多年，早就沒了敬畏心，覺得隨便比劃兩下就能糊弄過去，他們需要被罵醒。但你不一樣，你是真的在用心演，我看得出來，你的問題不是不努力，而是太努力了，努力到忘記了角色本身在想什麼，只想着我要演好這場揮這件事本身了。迪尼熱巴聽到這裏，眼淚又衝了上來，但這一次他拼命忍住了。周星馳看到他的反應，嘴角竟然罕見地向上彎了一下，那是一個非常尖、稍縱即逝的弧度，但迪尼熱巴確信自己看到了。他接着說：我很少跟演員說這些，因為沒有必要，懂得人不需要聽，不懂的人聽了也沒用。但我今天想跟你說，是因為我覺得你是一個好苗子，我不想你在創的路上越走越遠。
拍戲不是打仗，不需要你時刻都咬着牙往前衝，你要學會放鬆，學會把自己交出去，交給對手，交給環境，甚至交給那個你控制不了的燈光和風。當你不再試圖去控制一切的時候，你才能真正地成為那個人。剛才那條你哭得很美，但那是迪尼爾巴在哭，不是我劇本裡那個角色在哭，你明白嗎？這番話如同醍醐灌頂，又像是一道溫暖的光，瞬間穿透了迪尼爾巴心中所有的迷茫和委屈。他從來沒有想過，周星馳的嚴厲背後，竟然是如此精準的觀察和近乎細膩的關懷。他並非看不到他的努力，恰恰是因為他看到了，所以他不願意讓他用立的勤奮去消耗自己的天賦。他罵其他人，是因為那些人用敷衍褻瀆了表演，而他選擇對他說這番話，是因為他從他的笨拙和緊張裡看到了多年前那個同樣在片場不被理解，只能把所有情緒都埋進誇張大笑裡的自己。這段話改變了一切。當迪尼爾巴再次站在鏡頭前時，他不再想着我要演好，而是試着去想，如果我此刻就是這個人，我會怎麼辦？他放慢了呼吸，眼神不再聚焦於攝影機的鏡頭，而是看向了道具窗外那片被燈光模擬出來的虛假天空。當他再次念出那段獨白時，他的聲音很輕，輕得像是在自言自語，但每一個字都帶着一種沉甸甸的真實感。眼淚在他眼眶裡打轉，但始終未有落下，直到最後一個詞碎完，他微微抬起頭，一滴淚才恰到好處地滑落，砸在了他的手背上。監視器後面，周星馳依然面無表情，但他沒有喊停，而是讓這場戲繼續延續了10幾秒的靜默。最後，他拿起對講機，只閱了2個字：過了。整個片場如釋重負，甚至有人偷偷鼓起了掌。迪尼爾巴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他轉頭看向周星馳的方向，發現他已經在和聶影指導討論下一個鏡頭了，仿佛剛才那番話從未發生過。但迪尼爾巴知道，那短短幾分鐘的交談已經徹底重塑了他對表演的認知。從那以後，他不再害怕周星馳，反而開始學會觀察他。他發現，這個傳閱中暴戾的導演，其實佢在所有人都收工後，一個人坐在空曠的聶影棚裡，對着回放反覆觀看每一個群演的背景動作。他會因為道具師隨手擺放的一個道具位置不對而發火，但那是因為那個道具攰在0點幾秒的鏡頭角落裡，影響整個畫面的構圖平衡。他罵演運表演浮誇，是因為他心中有一個無比精確的、近乎偏執的情感刻度，差1分1毫，在他眼裡都是不及格。他對所有人兇，是因為他對自己的作品更兇。他情願背負所有罵名，也要確保每一個走進影院的觀眾，在黑暗裡收穫的那2個小時是無可挑剔的。而他對迪尼爾巴的那段話，與其越是一種溫柔的例外，不如越是一個孤獨的匠人，在漫長的創作生涯中，偶然遇到了一個讓他看到一絲理想主義火花的後輩時，忍不住想要伸手扶一把的本能。那裡面沒有男女之情，沒有長輩對晚輩的刻意提攜，有的只是一個純粹的創作者對另一個可能的創作者最真誠也最殘酷的指引。如今那段所謂的私下錄音早已無從考證，也苦他從未存在過。他只是無數影迷和吃瓜群眾根據周星馳與迪尼爾巴合作的那段經歷所憶想出來的一段完美敘事。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個故事之所以能夠流傳開嚟，恰恰因為他精準地擊中了大眾對於周星馳複雜形象的某種期待。我們既不願意相信他是一個純粹的暴君，又無法接受他變成一個慈眉善目的好好先生。於是我們創造了這樣一個矛盾的，在嚴厲中藏着深情，在暴躁中透着智慧的形象，以此來安放我們對這位喜劇大師所有的愛與困惑。而迪尼爾巴作為這個故事中的唯一例外，也無形中被賦予了某種傳承的意味，仿佛他接收到了來自周星馳那孤獨創作靈魂的一點點火種，並在後來的演藝道路上，憑借這份領悟越走越穩。回望整個事件，無論是真實的船是虛構的，
我們都能從中讀出一個樸素卻深刻的道理，那便是我們對公眾人物永遠存在着一種非黑即白的想象，要麼天使，要麼魔鬼，卻常常忽略了人本身的多面性與複雜性。周星馳先生究竟是不是一個在片場對所有人兇，唯獨對某個人溫柔的人？這個問題本身也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這樣的敘述，我們得以窺見創作背後那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與孤寂，得以理解高標準與苛刻之間那細微而殘忍的界限。對於觀眾而言，尤其是對於今天熱衷於從各種蛛絲馬跡中尋找藝人私德證據的吃瓜群眾來說，這無疑是一次有益的提醒。我們看到的永遠只是聚光燈下被放大了千萬倍的碎片，而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永遠存在於那些沒有被鏡頭捕捉到的角落裡。迪尼熱巴或苦真的得到過一句溫柔的提點，但那更像是一個孤獨的強者在向世界遞出的和解之手，而不是為了塑造怎麼親民人設。我們應該僥倖，在那個我們無法親臨的片場，除了冰冷的要求和嚴厲的斥責，或苦真的存在過那麼一絲跨越了身份與輩分，只關乎藝術本質的真誠交流。願我們在追逐娛樂熱點的同時，能保留一份對他人職業尊嚴的基本尊重，能理解每一種極致追求背後所必然伴隨的磨損與犧牲。與其執着於分辨那段錄音的真偽，執着於給周星馳貼上好人或呸人的標籤，不如退後一步，去欣賞他作品裡那些無論經過多少年依然能讓我們落淚或大笑的瞬間。那才是他留給這個世界最真實的錄音，也是所有流言蜚語最終都無法掩飾的屬於一位藝術家的永恆心聲。讓我們學會用更寬闊的視角去看待這些娛樂圈的紛擾，多一份理解，少一份非議，用理智和善意去消化那些道聽途說的故事，讓討論回歸作品本身。這或許才是我們作為旁觀者所能給予那些認真創作的人最大的溫柔與體面。畢竟光影的世界已經足夠絢爛，又何必執着於那幕布之後的片刻陰晴呢？